有在附近的小伙伴，来起飞了，1000架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！还在天上。我去后面给大家拍表演，在青岛这边，我去后面给大家拍整个过程。我去后面一点啊，给大家拍得清晰一点，这里太近了。来啤酒，啤酒干杯！啤酒干杯啊！这第一个图案，咱们第一个图案，这是1000架无人机在青岛当啤酒节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。有在现场的小伙伴往天上看啊！对，这是在彩排，这是在彩排，明天会正式表演。这是啤酒节的一个主会场。这是啤酒节的主会场。第34届青岛国际啤酒节，欢迎您。明天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。好，来横屏，给大家横屏，稍等一下。来横屏，大家把手机转过来看，横屏。然后这是龙，这是第3个图案，龙。对，这是金沙滩，这龙。这龙。咱们这个飞火的龙，从去年5·1开始飞火的龙，有在现场小伙伴看的话会更漂亮啊！可以来现场的，可以来现场，明晚，今晚给大家做个预告啊，明晚可以来现场看。这不恐龙，这是咱们中华龙。对，这是电脑编程的，1000架，1000架，1000架啊！龙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咱们后面的区是有音乐了，这个配有音乐了。主要是这里是离起飞场地比较近，然后就音乐播不到。明天正式的时候，后面大家可以边喝啤酒边听音乐，然后边看这个无人机表演。然后下一个图案，大家猜是什么？我们也是飞过的，也是飞过的。这个之前也是飞过的。对，凤凰，凤凰。
凤凰，咱们这是凤凰。龙凤，龙的话1000架会有一点点少，看那种1、2千的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作品案例啊，有一些多架次的龙的话会更好看，它的细节就能更逼真一点。OK， 凤表演完了，咱们下一个图案，一共看情况，一共10个左右，10来个，看不同的甲方的需求吧。凤凰其实它是有3翅膀的，主要是这样看会比较慢，所以看不出来。来，下一个图案是什么？大家猜一下。这也是表演过的。它是有动的，你看那个尾巴，你看尾巴，它是有动的。现场看会明显一点，如果手机可能有点抖，然后就看起来不是那么壮观。这是咱自己研发的无人机啊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点点小心心。现在已经结束了金鱼的图案了，现在是下一个图案。这在青岛，这在青岛，今天没下雨啊，今天没下雨。